大家好，我今日會教大家用港冰通呢個網站去預約自己想約嘅教練。首先開咗港冰通嘅裝置，然後就撳揾教練，然後選擇你自己想揾嘅教練，撳立即預約。嚟到呢個版面繼續撳立即預約，咁你就可以揀日期。譬如我想約7月6號，咁就撳返7月6號啦。咁就2點至3點我想約，咁就可以啦。咁你就選擇返你想揾嘅地方，例如新蒲崗太子商業大廈就要輸入確認，然後就撳確認商議，咁就可以確認預約。咁見到佢就會顯示待教練待確認啦。而家咁我哋就可以褪返出去，咁我哋就去等教練confirm 咗之後，就我哋入到嚟 email 嗰度，你會收 email address 嘅，跟住你就可以撳，咁你就可以撳到，佢就會顯示你已預約確認，跟住你就可以上載截圖，你俾咗錢嘅截圖，你可以用阿里 pay 俾啦，可以用 PayMe 或者轉數快都得。咁就等教練確認咗之後就可以俾錢。